太后，太后冤枉，所有警卫都能替我做。警卫都能替我作证，我根本不可能作案的。太后，云姑娘并不是什么凶手。胡闹！这宫里岂是你随便玩游戏的地方？也许是因为云姑娘身上沾染了凶手的气味。这样还有点女人的样子。你给我等着！小道自幼从师傅那儿学到，于心学也有一些了解。但凡人心都有弱点，作奸犯科之人，哪怕他的心理足够强大，也总会惶惶不安。他会时时注意事态的发展，有的甚至还会重返案发地，根据情况予以辩解。今日聚集大家来此，公审女妖，为的就是引凶手前来观看。我敢肯定，凶手就在现场。刚才我让女妖指证凶手的时候，仔细观察过大家的表情。眼下究竟谁是凶手，在下心中已自有数。庄妃娘娘，请你站到傀儡女妖的身边去。天不通，你好大胆！娘娘岂是你能随便指使的？可庄妃娘娘如果是幕后的真凶呢？太后，走一下有何妨？什么呀？回禀太后，这世间有一些特制的法器，可以远距离的操纵傀儡，就好比庄妃娘娘的这一对铃铛。太后，这铃铛乃是娘家遗留之物，一直留在身边做个念想，怎么会和妖魔鬼怪扯上关系？太后，真的是冤枉啊！我怎么不知道她有这么一对铃铛？太后，庄妃娘娘可能是为了想要随时操纵妖女，就将铃铛带在自己身上。当然，为了避免铃铛发出声响被他人发觉，庄妃娘娘可能故意训练了一套特别的行走技能，让铃铛不发出声响。当然，这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功夫。庄妃娘娘想必是蓄谋已久。太后，请不要相信这野道士的，他纯属一派胡言啊！太后。大家请看，蛊术控制人，其实靠的就是蛊虫。将蛊虫置于人体内，傀儡就会听人的使唤。
如今，在下已将蛊虫逼出宿体，他现在正急着去寻找自己真正的主人。刚刚你献了妖术，现在你还有何狡辩？臣妾实在有难言之隐，恳请您请皇上回来再做定夺。放肆！你还敢提皇上？皇上如此宠爱你，没想到竟是一个妖女，留你在身边，迟早要了皇上的命。来人，将庄妃打入天牢！拿下！太后，臣妾是冤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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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后，真没想到，竟然是庄妃。唉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渊儿啊，咱们想不到呢，就不要去想，反正现在案子已经破了，对不对？我师父呢，真是帅的没谁了，棒棒的。这就是我一直梦想中的男人。我要是能和天目道长在一起的话，那我就要幸福死了。我师父就在中间这么一站，掐诀念咒，那是镇定自若，气定神闲，那场面相当勇猛，用一个字形容我师父，那就是没谁了，你知道吧，小头，你听没听我说话呀？听了，镇定自若，气定神闲。听了不理我一声。小老头，你说，我这么天天师傅的叫他什么时候才能收我为徒呢？哪怕就教我一点点法术，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嘛。哎呀，学什么法术啊？做个普通人多好啊！不好，我小蘑菇生下来就注定我不普通。干嘛？我在你眉眼之间看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。你是不是有心事瞒着我？没有。那你说怎么着才能让我师父把我留在他的身边，作为他的徒弟？你给我出一招，我信任你。8个字：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李妃这个贱人也出现了，多年不见，还是那么惹人生气。不过是个傀儡而已。我倒希望他是真的。我现在恨不得把他从坟里挖出来，看看他手里到底拿没拿着那神鼎。早就有人找过了，只是剩下一对衣冠枕，其他的都不见了。要不也不这般人心惶惶。那你说庄妃的动机是什么？这就不太清楚了。如果庄妃的目的是神鼎，那她定是从皇上嘴中听到了什么，才弄了装神弄鬼这一出。不止庄妃一个，宫里还有个武力高强的，该怎么处置？不就是天目童吗？如果他站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便如虎添翼；如果他不站在我们这边，大不了把他赶出宫去。实在不行，道高1尺，魔高1丈，找一个比他还厉害的人来治他便是。咱们得去敲打敲打他。对了，我已经跟太后说了，由我单独审理庄妃，可不能再让别人捷足先登了。秘密一定在庄妃的心里。那你心里的秘密呢？本王的心里当然全是你。只要找到神鼎，大事一成，
一切便安好。公主驾到！母后，我要见母后。母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母后，他们不叫我见你啊！六王叔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啊，平儿，怎么这么急着找母后？你看都出汗了。来，珊珊。我和你六王叔正商量事儿呢。哦，什么事儿？我正和你六王叔商量着怎么宴请天目童呢。啊，宴请天目童？真的吗？对。那太好了，我也要参加。参加。好，让你参加。那我选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去。好。吓死我了！本王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看看我，师傅，你就不要再躲避我了，好不好？这辈子就注定你是我师傅，我是你徒弟了。嘿嘿，师傅，你看，你教我武功，我好除暴安良，惩恶扬善。行，好，你不嫌我没诚意吗？师傅，请收下徒儿吧，受徒儿一拜。师傅，你在我心里是那样的至高无上，是那样的洁白无瑕，是……我今天就教你个法术。我就说这招管用。你说师傅，是什么法术还掐诀念咒的？你说？你现在终于不能说话了。这个法术会让你在1个时辰里不能说话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快过来！